真好斗阵啦，伊真落卡。你斗阵过？嘿，阮是斗阵相处过，拍一出相处，相处，在厝上物件。相处，阮会当讲是长底卡自恋。哦，各位，吼，白白16岁，太差真济，当八角小王子，对啦，还有住还有还有呛伊的名吃鲍鱼免钱啊，专门级，那这个真的真的真的，逐间拢免钱。无无，大金大家拢爱钱，我会记啦，会记啦。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董恰恰。感谢大家的喜喜叫，害我愈来愈笑着。全世界朋友大家好吼，欢迎收看咱上高有水准的公共电视台画山画水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咱大家好厝边蹦恰恰，感谢。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台语文专家老师，欢迎邓安珠老师。画山、画水、画玲珑，鼓励嘛会变英雄。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哇，吓我！老师太厉害了。哇，大家拢无讲哦，今日好介绍，今日来宾的作品怎啊看呢？鼓励嘛变英雄啊！鼓励这应该是印度的。因为这一早有人问我这个词啦吼，我要去查资料，应该是1727年的时阵吼，德国的破家去日本纳卡萨基啊，看到日本人替荷兰迄个尊商公司咧搬货，所以讲 Chris。COOLIS Chris 复数，所以即马牛津词典嘛有收 COOLIE，所以这个词是为应该算印度的，尾啊传为传到日本，日本传来台湾，所以变鼓励，英语发音是鼓励安尼。那硬要甲读台语，才得苦力无？苦力啊！这爱读鼓励，因为这是爱尊重伊本来的发音。鼓励你爱读苦力吼，你看鼓励甲苦力听起来，苦力怪怪。鼓励。为咩讲到鼓励呢？因为今日来宾啊非常的重要，正是咱这个非常好的一出戏。鼓励，敢若拍波鼓励的感觉。因为少年家，所以既然今日重要来听查甫的介绍查某囡仔，查某囡仔介绍查甫。这你还困难？什么嘞？你对你来讲，哪有什么困难？你嘛是抓这个麦克一个主持的人。是无你边仔徛一个女性，你两个主持歌唱比赛节目。咱两个无共时间，一个拜六，一个礼拜，拢是6:30分。无对，咁唔是咧。安尼讲，我讲我压力愈大，我紧我来甲我倒手压力唔是压力，吼，用迄个水鸡所以爱吸嘅压力真大。麻烦你介绍你旁边这位女性，请了。贾秋萍就是咱鼓励的女主角，伊真正是名。女主角田雨安。本节目专程用台语播出，请用台语发音。田雨安，较早唔是这个名嘛？较早毋是，较早的名是单依家，是即摆是田雨安呐，伊真好斗阵啦，伊真落卡。你斗阵过？嘿，阮是斗阵相处过，拍一出相处唔是相处，相处，在厝上面。相处过。要紧哦。因为吼，阮做伙拍这个鼓励，差不多有半档的时间。哦，感情培养得真好。无毋对，半档都会使有心啊嘛。会使哦。哎呦，真正到尾啊，阮阁生一个查某囡仔。哇，别讲伫啊！戏内面。戏内面。对，所以阮会当讲是长底卡自恋。哦。对，会使徛起来看卖下者。哦，长底卡是什么意思来开？两个拢开起来。各位，白白16岁，太差真济，请用人的标志，请坐。对，长底卡是恋，系，安尼无个介绍。差不多。紧绷啊！因老爸，对，对，你讲的紧绷，紧绷这两字真正有学问。绷啊！紧绷你写者。
啊，金崩你写一个金崩，你哦，严啊无咧，金崩哦金崩金崩有你，有啦，有啦。哦，碰个伊这字叫你有病哦会，敢失败，开始个报警。讲做艺术嘞，啊袂啦，真那讲人艺术吼，嘿，就是有迄个哈，紧绷，即摆是即摆山崩地哩哦，这是讲陪话。崩，对啊，咱毋是写崩山崩，我嘛毋知要安怎写，你看讲帮但是我捌想过这两字，哦好，金崩啦，崩啊到尾也是在往到大地啊，有无？对对对迄个还佫翘翘，袂平。哦，所以伊超过崩啊，能会使符合的动力，所以我认为是这个崩啦，崩啊的崩，哦，直接就是这个崩啊。我认为哦吼，啊你真崩真就是到尾溜嘛，对，佫是到尽头嘛，哦进哦，进哦紧绷，哦，紧绷。尽头，我认为是安尼啦。对，啊老师你认为是对两字？朴实朴写的。啊，那这个少年家写的是金邦，金邦，所以金邦是碰过写安尼。这两字对哦，对啦，恭喜是朱启林的，真的，你接搞，太厉害了啦接搞诶，我今日学到。我嘛学到，我嘛证明讲这，啊你还袂介绍出来啦，啊，我未介绍错。因为你讲的真崩，你来写，紧绷我讲的哈。厉害你的啦，你看，还我感觉我感觉还。你会使讲伊的心事啊。我叶先生哦，因爸爸是一个真会演戏，嘛是真趣味，伫咧台语即地嘛贡献真济一个先辈，先拜是日语哦，前辈，真正那个变过，对，对，安尼讲嘛，无啦真辈。好前辈，名号做，是安尼讲嘛？是啊，名号做，叫做买赛啊。名叫做单破朴紧。静，单朴静，破声吹了，对，所以你，我等你等来，换你你介绍对方想不用赚，钱？你就娃娃，换你介绍对方，伊叫做蔡昌宪，你爱看迄边，吼，伊叫做蔡昌宪。虽然讲诶，伊人个骹底，啊，毋过怎样立卡背，文连老师，人个骹底佫会当立骹尾，人个骹底怎样立卡背，啊，个敖讲话、敖主持，哦，啊对，个敖唱歌，啊个听无，哇，啊个大海边，关金花，关金花，哦，都还大海伊边，的名吼，伊的迄个号吼叫做东北角小王子，对啦，海王子啦，海王子，海王子还有先啊，就是关那看是足无聊，拢去插人的音乐书。伫东北港哦，啊抢伊的名食鲍鱼免钱啊，哎，完全免钱，这个真的，讲伊食鲍鱼，拄免钱拄这个季节，逐间嘛，逐间拢免钱。无无，大金逐间拢爱钱，我会记啦，会记啦。不过你若直接来找我，你直接来找我，拜托你莫去其他的店，伊就不爱插我。啊，你有开店就对了。无迄是算阮伊路医场啊，因的伊场啊是较细汉就伊场啊，一定一定医场。一定，啊，伊确实嘛是阮阿姨上细汉的阿姨，阿姨的翁，所以阮拢医场啊安尼叫。哦，较详细啦，这样是详细对啊，班啊，蛮那边像。买啦，我就讲下你啊啦。诶，好歹一回事爱样式，蛮啊囝啦，蛮啊有无吼？班啊蛮啊啊。，班啊，我其实跟他其实伊做过嘢，班啊，我应该提示啊，班啊，买啊囝，迄我应该提示啊，是有一个无要紧，嘿啊，蛮啊，买对，有台班啊，班啊，安尼佫毋知影。这个假有吗？你有感觉吗？你有看老师一直感觉吗？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不是，这一直点头。少年人一点仔感觉拢无。班啊，我来，我你无毕业，你无毕业。班啊我拄仔毋是甲你讲一个买啊囝的有无哈？来，你先讲一个买，做明显的啊，买啊系呐，买，加油哦！这明显，买，对，啊，写一个囝字，囝对，比如正边，囝囝囝，儿子的囝。对，助理，字名助啦，毋是儿啦，助啦，啊？助，哦，住哦。哎，这字就是班，哦，刚刚捌看过。这摆会写哦，即摆就是班，这就是班啊班。哦。老师对不对？
对啦，啊那会使买吼，甲交一个较快，甲迄搞较嘿，快，甲迄煮吼，甲包起来啦，嘿好来，哎，住伫内底，嘿，嘿，这里得到吧？哎，对，老师谢安尼谢，够学着哈，够掉啊，哈，讲着啥，咱就写啥嘛吼，水时嘛，紧绷，进攻。进攻慢啊，好，啊，伫恁两个演这部古力，嘿，鼓励。有恁印象上深的，恁两个人，的一场戏，也是啥物款的剧情？其實畫眉，叫畫哦，眉。畫眉，畫眉眉，。畫眉，畫咩？因為我咧賣布，我一個三輪車。嘿，伊厝內面就有一寡布愛賣，啊，我就學一寡迄落一寡俗語，啊，佮一寡較趣味的話，甲伊鬥做伙，啊，幫伊鬥畫眉鬥賣布安尼。導演是叫做李李華峰峰，導演，李甲峰啦。甲李甲峰，李甲峰導演所有的演員受比你所害足濟，我嘛是其中一個。哎呀，是，因為伊劇本來吼，伊拄仔佇改，對，嘿，初15月賣伊，初20啊啥物月，我知啦。哇，就這種，攏這種。對，愛互你直背迄台鄉直改，對不啊，對攏？紅哩。所以恁兩個今仔日對導演不滿，唔是，我學着足濟物件。阮今仔日來，就是要甲迄段講互大家聽的啦。對，阮真正拢無套好哦，因為碰過嘛是臨時問的嘛。對。來，看，坐車看有癮，坐船看海癮。啊，若是要買布，就來遮緊。一年360天，今日上好康。有啊，好康。平春到台東，毋是，是日不准護士員再無到台啊灣，是倒一塊布坐船到台灣。就是這個。不管是要做洋裝、做套裝，高尚高大方，毋管是進步做機、職工啊生日，還是拜拜行廟時，請技術上素時。謝謝。這真正是天生的一對吼。真的，互相配合安尼把把，歡迎兩位哈。多謝峰哥。節目還未開始，規身軀乾，要緊哦。是傷來學濟。台語，來練台語啊！你敢若無下你年歲呢？你要緊哦，迄是老人才會講的。哎呦，啊鳥話要緊啊，這樣，迄就是跟把握的。講把學的。老師，今仔這少年家你看啦，足夠。對吧？吼，诶，尤其是講海王子，人講伊早是好鳥管百家啦，啊，伊是海王子管規天界的，攏管得好，管足濟。啊，另外咱咧，親像種愛雜插別人的代志，咱叫藥店的甘草，迄叫雜插。因為咱咧中藥會苦，所以逐貼中藥內底攏會加減放一寡甘草，所以藥店的甘草就是雜插。哦，什麼藥啊，攏會放甘草落去，所以不過我感覺少年人就是要有這種家寶性，大家較家寶的，台灣就愈來愈好。讚讚。哎呀，多謝老師。還有住啊，後來，即擺開始要考試呢，考大家對台語了解有偌濟。哇，倒邊，我即擺出的問題，你倒邊講。哦，我用華語，你用台語回答，好，好，了解吼？好，冇問題。準備啊！我說黑色啊，我講白色。這意思怎樣？哎，倒邊。倒變。我講台語什麼？安尼啊？哎你愛講倒邊吼，對你吼。嘿，我說苦力啊，我講頭家。哎，頭家給你請，對吧？哎呦，是嘛？對吧？他在無鬧鬼。對你啊誒，1、2、3，我講小姐啊，我講二桑，惡上，哦，這集嘛就難了，前面這個真正優惠啊！不能抖講 M 界。歐巴桑啦，我講惡上迄較少人講嘛，老師。啊哎，誒，不過少年家人家惡上厲害。佢都係要緊哦，迄種是就係哦，來免歡喜，過來。我說老實啊，我講白菜，白菜，老實白菜，會使，特別豆餅，特別豆餅。1、2、3，嘿，我說老油條啊，嘿，我講有氣的，老油條講的是個性，夠是老油條，老油條是講一皮天下不難輸，愈皮愈順輸，所以這代志攏足夠莫非的啦。所以小王子應該是啊，足骨力、足頂真的。我說老油條啊我講頂真， ，OK，我說拖鞋啊，我講穿的。你講拖鞋啊？你有鬧哦，穿拖你是講穿拖呀？你在豆餅啊，我說拖鞋啊，我講加抓。
加抓，啊，天团嘛是会使吧天团对啊，哎，也是云呐不是这。个意思爱哦。拍加刷，你讲会使接受少年人安尼讲啊？吼，哦，嘿，我说西中啊，西中要怎讲？始我终，讲无西中，啊无我讲，每天你后壁拢会加一个无，无西中咯。我知影，当讲啥？你在讲啥？背骨。喂，我说西中啊，我讲背骨啊。对啦，安就对啦。哦，伊拢知影足深的字呢。有会啊，我说准时啊，我讲第道。哦，就普通了。啊不，伤简单啊，伤简单啊伤简单啊。讲准时的另外一准时我讲，更袂使较白话好。，诶，我说准时啊，我讲袂有啊，差不多啦，我讲慢慢的说，我讲豆豆来。会使啊，差不多这意思啊。哦，哦，海王柱，好不好？好，好来啊。我说肚子痛，肚子痛。哎，肚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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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病。头壳疼。我刚才你是换一个所在疼呢。你什么肚病啊？你不肚会痛啊？什么肚病啊？然后我肚疼，我说肚子痛啊，我肚袂疼，袂使计是买到讲我肚病过啊。巴肚枵吗？白金油，白金油，我讲我两包白金油啊，。你胃肠好咩？哦，胃肠胃肠好。好。哎呀，我说肚子痛啊，我讲胃肠好啊，。就安尼讲 OK 嘛，肚病啊。胃肠好。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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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我说状元彩啊，状元的得病就是去无一定四边贵就是去食做的。这什么意思？等等，这什么意思？上阮台对这个人真上完仔就有真钱哦，有种，真厉害，真仲裁对。哎呀，安尼就是肚病，我说状元彩啊。我讲就韩班，哎，就韩漫，赞赞赞赞。就韩班，嘿，我说假蛙来，我讲洗碗碗，嘿喂，有会啊有会啊有会啊。假蛙来洗碗碗，我讲假蛙来看碗碗，到底是洗还是看？老师普通是讲食碗来看碗碗。看碗。哎，有些人做小摊啊，一地伫巴肚，一地嘴咧部，一地伫半路，一地目睭金金过。就讲迄人足顾食的啦。啊，哎，我无针对你哦。那多好啦。刚你讲我，来，来，马上来进行俗语讲了好。真侪人，不管是大病、小病、头壳疼、腹肚疼，也是看到爱人对人走心疼疼，拢爱去找中医贴药啊。有病治病，无病补身体。今仔老高中医诊所会有啥物款的患者上门呢？咱继续来甲看。哦，你眉那带啊深嘛，再无啥有。哦，你安尼吼，你腰肌失长吼，哈？等肌落休啦。哎呀，我袂讲，做唔到，卖个演啊，都无人去，大家要叫伊搬这出来。你有啥想法？定咧装护士，叫装医生，遮济岁啊，莫买啦。无啦，我就你这笑啥啦？无开电梯卖笑。我就安尼行一下吼，看拢无半个人客啦。莫讲行入来，我较行去咧。啊，无迄咧，是讲你入门，哦我入门无看到人无客。看到半个人客啦。啊，啊，无要紧啦，来来来，嗯，你等。啊，袂去就等。喂，阿妹哦，吼，这久无看呢，啊你无拍咩？啊无要紧啦，你嘛来诊所甲我捧场者啊，啊无看你吼，迄查某囝啊，有迄腹肚疼无？啊
恁囝，啊我小无，啊无你找吼一个亲戚朋友啊，啊判一个病吼，来互阮人看卖啦。连讲吼，我才敲电话吼，啊甲你挂掉啦，哦，嘿啦，好，我搁敲互你吼，再见吼吼。见笑死！安怎啦？佢哋一开新馆，计敲电话叫人家破病哦。无成，你啊加减冲一寡业绩的啦，哦。这个物件。哎，好真是，来，来，今仔日是倒呀，安那呢？我跟你讲，我足顺势，我足好的，我无代志啊啦。有，我来吼是要甲你感谢的啦，啊，就因为你迄个时阵啊，讲就是哎哟，若毋是你吼，我就差一点仔离言啦。你这个话听起来怪怪，是你爱着我呀？你误会，伊是娘伫遮啦，莫黑白讲话，是讲吼，你迄时阵叫我食你的迄老高白固形丸，吼有无？我家己练的。你家己练的吼，哇，足有效的呢。啊，阮翁仔某即摆就足甜蜜的啊，足幸福的。啊，所以我即摆吼这个红包是要互你的啦。哎呦，人来你都要到，我客气哦，真正多谢恁哦，加食大那要紧。哎呦，免啦，我叫去甲恁介绍啦，吼，安尼再见哦。谢，哇，那只功夫包红包来啊！包偌济哈？你家看一下算一下，偌济啦哈？3000。啊，真人，那甲退回，你真正要甲退回？包3000啦，无生意。真正无生意。啊，无紧啦，加减嘛无互我开啦。来，来，给两包来，来，要交关一个。我收到啦，我连来去传。你收到啊？你收到啦吼。敢代？我来去传咧，等下去遐。要倒位？你无听人讲哦，迄巷仔口有一间土地公庙，足灵社的。我起来甲拜拜一下，啊，求咱吼，看会咱互咱生意较好的无啊，好不好？要去求哦，好啦。对啦，好啦，我先去传吼，我先去哦，来去哦，再见，莫想我吼，再见哦。哪有迄个讲啥物去拜拜人家？说哩，来啊，平叔啊，来，这阮太太啦，阮太太，这，伊都胃无爽快啦，有，系啊，巴肚愈来愈大坑啊，有当时也想要吐啦，巴肚大坑，有啦，啊是安怎啦，较会安尼啦，要紧，来我接我搭者。对啊，什么情形？啊你若蒙头啦，你是捌一看吼，人的身躯有。阮就人把恁朋友，你忙黑白啦。我知，我讲迄道规身躯拢种迄道伫，我是穿我倒去落落无，你捌一箍。来互平医师十一个，真美。这是。无啦，平医师啊，你若困去啦。你这咧困去，你困，这是个闪电。入定，我即摆入去伊身躯底内底咧听伊的所谓下道，所谓咩。我是来看伊是毋是问书呢？我真毋是讲哦。你袂说要夹起来。医生都迄个功能伫。哦，是。甲问书共款。啊，到底是安怎啦？有啊。有啊，足大诶！哇，咱没有囡仔哦，我没做妈妈，变啊久啊哦！你两，你迄洗等下，我涂骹都要去清麻烦。唔知？你，我即摆讲有啊，是因为伊个久无放啊，有规堆的啊，十大布积伫不倒底，你讲不倒底，唔知系大坑嘅。毕竟你啊。啊，毕竟哪想要吐？我白讲，可能摸甲食的款。伊想要吐，唔是因为伊毕竟我即摆偏着，连我嘛想要吐，是你臭骹笑啦。安尼你嘛偏？啊鸟，你下啊，拢臭，迄味拢撞过，你嘛拜托的。是吗？偏着吗？我讲这真简单，你去对面迄药房迄甲贴，你甲讲我讲吼，你甲讲要贴伫咧做通便的啊，一个臭骹笑，等转转食就好啊。哦，好啦，多谢啦，偏医师。了解，来。哦，了笑迄查甫人啊，这安尼，迄肝拢无咧切的款，这呢。
无啦，黑叔，我你免讲，我我知影，啊，我知影，你的镜头佫举起来吼。是啊，你唔知影？哦，迄唔是啦，我食吼，我就是真正最爱食迄麦克鸡块，迄若是有食艰苦，无食更加艰苦。哦，嘿啊啊是，我尤其是我大概听到了，我知。迄个音乐，等等，哦，对，哦，袂使，哦，对，小，袂使。我你的镜头我咧讲，你就是要睇到这个咚咚咚咚咚。对，袂使。我甲你讲，你今仔算好运，我爱拄今仔时间到，我用迄个4749钟就在浸伫迄个酒内底，我摕出来你，迄较好用。吼，你等我一下。哇，你到底还袂搁咧调啊？我这鸡块我中道长你那个壁了，唔知啊，唔知？我未看咩，未看住。你去喷，我等下搁拄涂骹哦，啊！你这真正是都袂使食，你看到鸡块，你搁食，你这真正是虾啊行路。这干咩啊？知啦，还有第二句俗语咧。黑叔，你要吞得了入来无？黑叔，我知，你镜头搁发出来对无？我那是，我我知。你啊你听到那个当当当当当？对，我专什么个机关啊？什么个机关？这我就赶过。哦，你开车的时候，迄关较细声咧，听到当当当当当。对，无代志。好，过去换骹，好。你先急只药啊来处理者。好，我你今仔好运，我拄用一个新的伊个药草啊，我浸伫个749工啊，今仔拄要到期。伊浸伫迄个米酒内底，我入要填落去，还你等。等你。哦，那个机关，哦，这个好赞，太帅了！哇，给我一个，哇，救命！你安尼就这镜头就咧袂好势，看到我这我中道长只看你安提玻璃落，无管你伫调，噔。你这款叫做鸡毒瘤啊！给照片啊！没讲话啦。请。我的边听声啊，怪啊。伊这个情形，就是讲伊袂用去听到迄，伊袂用去食迄，伊个推咩要去食。战胜第一句叫做“虾啊行路举手”，两个，为咩？啊，伊口啊动作就是虾啊。这简单，对啊，我嘛讲讲啊，这就其他人是要鸡毒瘤啊吗？给冻溜啊！你等下，你要吞落。是安怎？因为鸡啥物拢食，伊连石头拢食，伊哦，就是明明知影无法度，毋过伊还是照食。误会，拢食，无所不食。无所不食。鸡就是看到路的，有啥物伊就读，伊读就吞咧巴肚内。就算讲伊有想还是无想，伊迄种无意识的。好嘞，你去有读过？ 4票对2票，到底对一个正确？老师，啊，第一句话是讲虾啊倒单，虾啊行路是啊倒单。倒转。嘿，就是讲咱为非三者，这一寡乌萝卜这代志，互人看到你就切，所以讲虾啊行路是倒单。啊，第二句吼，就是讲鸡毒瘤啊，伊毒规波，嘛无法度接落去啊，所以讲迄叫无彩喙。鸡毒瘤啊是无彩喙，就亲像食槟榔无彩喙，佮乌白屁。像我讲碰过，甲你讲吼，唔通食迄，啊你一直要食，甲你讲规波讲袂听，所以实在吼。鸡毒瘤啊吼，真正无彩喙啦，有喙讲较无烂，所以碰过有够可怜的。嘿，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鸡毒瘤啊，无彩喙。来，这个朋友甲你开麦就破了啦，水。人生的作文真出名，这首这诗啦吼，哇，叫做《潜能》。可能本节目对第一集以来上困难的一摆。
来两句来吼，来班长你先来，啊，两句你。我等下咧保庇讲卖叫着我哈。肚肚北长，肚肚嘛，肚肚北长，滚甲啉好哦。我袂记得迄个字安怎念，深深深的暗暝。好，请坐。诶，来，志愿动物。系面梦中会哭，即无有把味的目屎。好，请坐。目屎用结的啦，吼。来，朱银老师。梦无梦无梦，梦中悠悠啊，浮出，过一句，浮出。再说落去。四碗盘内的黄月娘。好，请坐。黄月娘应该就是迄两个迄个对，两字。付出的。来，雅雅老师。梦中仙女叶明珠，送互庄卡的火金菇。田小姐。散食囡仔斗阵高层尾卡层尾，一背一什么啊？温烧的蜡烛火，这应该是一趴啦。一趴。错声。闪闪细细暗暝到天光，就乱长的空北长。哇！长的3、4点这位老师要讲过，等的空北长。这首的有困难度吼，老师这无你带我巴度，哦，这真正是代语诗啊，吼，伊这可能是半暝啊吼，巴肚枵，好，所以用写诗吼来解读伊巴肚的巴肚枵的心情。长北长，滚甲化枵，得，这是读做枵的，枵，巴肚枵的枵，巴肚枵。深深深的暗暝，有无？深，眠梦中会哭，叫无有把味的目屎，目屎用结的，因为伊巴肚枵吼。这个啥物啊？梦无梦，因为咱这是梦的梦，虽然有时候变无梦，嘿，梦中悠悠啊浮出细碗盘内的黄月娘，眠梦中有迄个两，放伫盘底，这个就是两字。两人，这应该是两人吼。梦中仙女夜明珠，送互庄卡的火金菇，散车囡仔斗伫尻川尾。好，有听到无？尻川尾，一拍温烧的蜡烛火，闪闪细细暗暝到天光，就乱长的空北长。拍破过来。多谢老师，这就是你两碗半暝巴肚咧枵吼，但是写得非常的文雅吼。但我今日是要邀请这对金童玉女吼，恁两个在遮念一遍。这算真文雅的这诗。是。请了。长北长，滚甲化枵，深深的暗暝，迷梦中会哭，结无有把味的目屎，梦无梦，梦中悠悠啊浮出，细碗盘内的黄月娘，梦中仙女夜明珠，送互庄卡的火金菇。散车囡仔斗阵尻川尾，一拍温烧的蜡烛火，闪闪细细暗暝到天光，就乱长的空北长。拍破点歌咧，这对金童玉女感谢大家支持，欢迎后回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恁老。我本来就是讲，我台语应该阁袂歹，啊，不过头一趴我都规身躯流到，才知影讲哇，台语真正就困难的。我今日来到遮，我感觉家己学足济，希望以后阁有机会当来学较济物件。原来讲台语有遮个字，像讲遐个慢镜还是真棒，
真正有亲身写，才知影讲哦，台语有遮尔啊深的内容，哎，值得咱去学习。所以今仔日我就是学到一个真侪台语的物件，包括学到一个我的外号，叫做汉药店的甘草杂插。唉，就是讲哦，我什么拢管啊，大海边啊。所以这真正台语的奥妙是，值得所有的人，通啊看这个节目好好啊来学习。